一個樽，一封信，竟然掀起咗一場人性嘅掙扎。究竟係偶然，定係有人刻意嘅佈局？正義與邪惡嘅糾纏，最後會鹿死誰手？兩個人嘅命運，最終又會有咩走向呢？4Guys原創廣播劇《瓶中罪》第5集。自我嗰位急於定義真相嘅對手，你嘅宣言我收到啦。你想用真相嚟終結呢場遊戲，呢個想法本身就非常有趣。你相信真相存在於檔案、數據同埋可被追蹤嘅痕跡之中，呢個係你世界嘅基石，亦都係你力量嘅來源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所謂嘅檔案只係由勝利者書寫嘅故事，一份完美嘅結案陳詞，同一個精彩嘅劇本，本質上有咩分別啊？你係一個讀故事嘅人，定係寫故事嘅人？千祈唔好將兩者混淆。你話你嘅野心係引擎，而我被惡鬼吞噬，呢個比喻非常貼切咁形容咗我哋兩個嘅分別。你嘅引擎安裝喺一架豪華跑車上面，喺一條鋪設好嘅高速公路上面飛馳。冇錯，你比任何人都要快，可以超越所有循規蹈矩嘅車。但係你永遠都離唔開呢條公路。你所有嘅成就都只係喺預設嘅軌道上面跑得比人快一步。你將速度誤當成咗自由，而我所追求嘅並唔係喺比賽入面勝出，而係想問，點解要有呢條路？路嘅盡頭喺邊？邊個又有權力去鋪設呢條路？你追求嘅係駕馭規則，而我貪求嘅係打破規則背後嘅虛假。呢種自由，恐怕你呢種成功人士永遠都唔會明白。好啦，哲學課上完啦，輪到我哋嘅下一個遊戲。上次嘅凱撒密碼只係一個開胃菜，今次呢個先至係我哋之間對話嘅正式開始。下面呢一串文字係我哋下一個見面地點嘅坐標。呢次嘅解密方法需要一把鎖匙，而呢把鎖匙就係你一直掛喺口邊，你認為你所代表緊嘅嗰個概念。呢條鎖匙就係 Justice。我知道你一定破解到，我喺嗰邊準備咗好好嘅禮物俾你。係啦，我嘅正義使者，證明俾我睇，你配得上你嘅名，你嘅同類，孤獨的罪犯。千祈唔好將讀故事同寫故事嘅人混淆。哈，又係呢啲故弄玄虛嘅廢話。YUCZICCLQL 鎖匙係 Justice？ 呢個唔通係維吉尼亞密碼？比上次複雜得多。打破規則背後嘅虛假，只有輸家先會諗到推翻呢個棋盤，贏家
係負責制定規則嘅人。你竟然夠膽用正義呢個詞嚟挑戰我，好，我就用你俾我嘅正義，親手將你由黑暗入邊抽出嚟。我會用你最鄙視嘅規則，將你徹底摧毀。Four Guys 原創廣播劇《瓶中罪》第5集已經播放完畢，多謝收聽。Cyrus 飾演孤獨的罪犯 ，Will 飾演正義的使者。編劇係 Cyrus， 製作係 Cyrus。瓶中罪會喺每個禮拜二晚8點鐘準時上線。想睇孤獨的罪犯同正義嘅使者正面對決，就記住每個禮拜二準時收睇啦。我哋係 Four Guys， 如果中意我哋嘅創作，唔好猶豫，即刻用你嘅小手手俾個 like 我哋啦！記得撳埋個鐘仔同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我哋會不定時出更多嘅新作品噶。最後提提你，如果你都中意聽廣東話廣播劇嘅，可以 comment 留啲意見俾我哋噶，仲可以 share 埋俾你身邊嘅朋友仔添。